讲到昨下晡这花莲落大雨，造成公路、铁路断气。目前经过抢修，已经有开放这东干线通车，也那苏花公路是依次关制开放。不过讲到这阵雨呢，也或者万影响的这个青松溪水柜是涨起来。迄当时有8台车，21个人伫遐耍，其中1台日本呢要过溪时阵煞来冰车，这车顶的爸爸含2岁囡仔，互大水冲走。老爸遗体伫昨暗有找到，也那搜救队呢伫早起也找到囡仔遗体，其他19人顺利救出来。搜救人员出动50人，沿河道往出海口来找人。接到民众报案，讲有1台吉普车伫渡过时阵冰车，车顶一对白仔囝下落不明。下午下大雨要看天有暗，即使是下午天快暗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了，因为它会溪水暴涨。家属伫面试发文讲，司机联络这对白仔囝，车八下晡5点伫花莲的青松溪冰车，2个人拢互溪水冲走。31岁4年的老爸遗体伫迄暗10点找到，搜救队是继续搜查，也伫车到早时10点外发现2岁囡仔已经明显死亡。家属知道消息了后，悲伤大哭。水闸门那边疑似有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救难人员马上前来将孩童拉起，发现的位置离他父亲的定位点大约300公尺左右。经查本案未申请入山许可经劝阻以后一样未撤离，然后发生一些事故的话，我们就会依相关的法令来裁罚。甲因斗阵的也有另外7台车，19人也调伫山坡，经过当地海来协助，已经全部拢救起来。不过警方调查，事故地点是伫花莲万影乡的辅导会矿区产业道路，必须申请才好到入山。尽管原经检判，这民众只是落去溪仔内底耍水，也毋过耍水的范围已经伫管制区内底，目前并无接到相关的申请，拄着熊来的大雨，造成不幸的事故。另外，苏花公路往北从德到惠德崩坑，拢有路桥崩线情形。侧边午后大雨，若造成溪水涨起来，铁公路运输也中断。经过透明抢修，苏花公路管制开放，单线双向通行。台铁也伫车到早时6点恢复东部干线通车。2成的手续费合理吗？就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回到台北，因为也有工作上的需求，对，所以就没关系。现在过不去怎么办？都等啊，等时间啊，还好。那像苏花公路每次遇大雨就瘫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？天灾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麻烦啊。公路局即阵要拼7下晡5点开放双向甲暗时通行，也有坐火车旅客买南回车票，才搁转换高铁。不过进路抢通了后，想要改坐北回线上北，所用收2成的手续费。对这退票问题，台铁回应讲会搁建议来对民众上公平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